擁抱情緒化的自己。總結，相信讀者看過前面的章節，都會明白擁有多種豐富的情緒，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天賦。人的本性令我們感受到快樂、恐懼、焦慮、自卑、嫉妒、吃醋、憤怒和悲傷。一直以來，大部分人都認為快樂和積極的情緒才有價值和意義，不屬此類的情緒便是負面、沒用的。事實上，所有的情緒對於人類的演化都有重大的作用，所以無論我們怎樣逃避某些情緒，也徒勞無功。情緒的重大作用，看各種情緒如何推動人類。我們覺得快樂的時候，會變得更有創意、有活力及有引力。在可怕的處境下，我們感到恐懼，以激發戰鬥、逃跑、反應。我們焦慮時，會變得更加警覺潛在的威脅與危險，並適時動用資源來應對。如果我們嫉妒他人，就說明了我們自己正與他人作社會比較，從而激發競爭的動力，去達到生活的目標。吃醋的酸溜溜，令我們知道自己非常重視的人和我們的競爭者越來越親密，推動我們努力去挽回關係。當爆發憤怒時，代表我們邁向目標的進程被阻撓，因此我們需要想方設法消除障礙。當面對損失和挫敗，我們會感到悲傷，於是我們知道這是時候重新評估目標，並相應地改變現狀去適應。哭泣或者其他的悲傷反應，可以幫助我們獲取別人的同情，繼而令對方伸出援手，協助我們面對損失與挫折。